俺は先輩のように小さくなっ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夏腾宏，我在《星空海不愁斗玉》饰演的是李木雄。我觉得他是一个外冷内热的一个人，他其实表面上他都像是一张扑克脸，然后没什么反应，但其实他心里都是默默的在关心大家跟观察大家。本聪之大道，你喺国门杀拳，第一年唔会有弄，听讲你啊，家家已经强伊，迄讲从此无松到骨头，出动好。他认为我接受那么多高等教育，在那个战争年代已经算是少数人了。那既然接受到这种教育，有这样的人生经历，我应该要把我所学到的奉献给这个社会，或是改变这个社会，把不公不义的事情用自己的能力去改善吧。他的出发点是这样，有点像国外的骑士精神。他的背景，这个角色他是一个妇产科医生，所以我主要有受训，每天我们都会固定去上日文课，还有医疗课，接生的，还有开刀一些基本的手势啊、缝合啊，但缝合比较是黄合的部分，我通常都是草的要开刀，然后后面善后给黄合。我的角色常常是这样。对，我觉得前期的话，我主要先拿捏就是我要跟黄合眼的医生做出区隔。既然他是静，那我必须得动。止まってる。ダメだ。動かしません。必ず助けてやる。李先生。開胸式心臓マッサージ。消毒。我是很欣赏他跟尊重他，但是他的个性真的就是很欠扁。他是流川枫，我是樱木花道，一个水跟火的概念。可能因为我们两个都天蝎座，所以我们频率蛮合的。有时候我们会，可能我到他房间，他到我房间，我们就讨论要怎么演，然后我们会在房间里面开始排戏。我们会讨论，可是我们讨论完了之后到现场，他就不照着我们讨论的做。然后拍完那场戏之后，我就说：“哦，皇后，我刚刚觉得我好像会被你揍。”我说：“没有，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。”就是因为很熟，所以我们才会这样子互动，而且也很符合有德跟木雄的关系跟个性的状态。我觉得木雄是很难去无中生有，说他是一个很冲动的人，所以我就想说他可能经历过南洋救不到同胞，所以对救人这件事情他有更大的执着，他不想要再有那样的一次经验，然后这种责任感跟内疚感也导致他后面有 PTSD， 然后到剧本慢慢推进，他遇到一些事件。比如说离婚啊，就诱导他没有后顾之忧，他开始真正的冲撞这整个军方体制，他就是会抗争到底，尤其是无缘无故打犯人啊，他没有办法坐视不管。我觉得他认为他这些冲突是必要性，他需要这样做，才能让军方知道我们不是好欺负的，我们也有人权，我们也该被好好对待。再到后面被复原感染，然后他整个软化温柔了起来。Good evening, gentlemen. 想要学好英文，就要多听多说。这是我的英文名字，李木雄。我觉得他后面的转变跟复原的对抗，其实非常非常的精彩。你就真的可以感觉得到，当他跟复原在吵架的时候，就是一个年轻的复原跟老的复原两个人在吵架。他们都是想要改革，都是想要和平，只是大家的手段不一样。然后一个未来的木雄劝他，你不要这么冲；但一个年轻的木雄在劝复原，你都忘记你的初心了吗？所以这两件事情在那边对辩的时候，其实非常非常的精彩。木雄到后面才发现，原来这些军官他们也有他们的难处。我们跟军官只是立场不一样，大家只是想在火烧岛把自己的任务完成。到后面他其实做了很多事，然后来造福整个绿岛的生活环境啊，就慢慢也被感染。对，觉得是很棒的角色弧光跟转变。对。